愛修改口語測驗嘅得分策略。口語測驗分作3個部分：複誦、看圖表達、口語表達。一樣，我們會從簡單的題型，再慢慢增加難度，到比較需要延伸思考才能回答的問題。複誦就是跟着音檔念，它沒有文字，僅有語音。我們要仔細的聽，一定要聽到叮一響後，你才能開始念，否則錄不到音，我們就沒有分數了。請聽範例。按做乜嘅名？按做乜嘅名？按做乜嘅名？聽起來好像很簡單，但是如果你其中的客語發音沒有念標準的話，也很容易被扣分。需要特別注意的發音有：第一，當你看到 NG 放在字首，我們就發 ng 的音，不可以發成 n 的音。舉例來說，過年的年就不可以發成過年。第二，雙唇音 m 收尾的字一定要閉唇，比如我們的衣服衫，不可以念成三。第三，尾音收 b 的 g 的字，我們一定要把字念得很短促，因為它是入聲字。例如 fat、shit、chalk。